京東聯合廣東技術學院開咗間大學叫騎手大學，然後叫人去跑快遞送外賣。真係屌你老味，契弟要麼你跟埋我一齊做，你我至少可以走少幾天彎路啦。我真係仆街，真係睇唔過癮啊！水都表唔出。咁搞法啊，真係遲下嗰班中國嘅外賣員咧，就要咁樣做自我介紹噶啦。咦 Richard 好 Richard 喎，受過高等教育頂啦。廣州外賣騎手學院，無人機駕駛專業。大象咁，相信大家都知道，咁就最近咁中國就搞一樣嘢出嚟啊，就真係笑到人頭痛埋。咁就係搞咗一個叫做外賣騎手學院，去教人哋送外賣啊！救命啊！真係，我頂唔順真係，黐線！呢對極品嚟嘅喎，我真係好想睇啊！我知你又點會估到喺一個嘅年頭啊，中國連送外賣都要讀一啲專業嘅學院去上堂考試，以及係攞證書喎。係佬，即係我想問，平時係學乜嘢㗎？你哋上堂嘅時候係咁樣㗎？多謝25個半咯，咁貴嘅？加底啊嘛，咁唔加底咧？36個8啦，唔加底仲貴過加底？啊，唔加底12個2啦，加底咧36個8咯。頭先又係25個半？係25個半咯。今朝早餐賣咩啊？咩啊？今朝早餐賣乜嘢？火腿蛋咯。幾錢啊？12個2啊。加底咧？25個半咯。乜早餐都有加底嘅咩？咁你加2條腸都得㗎。咁我加個3條腸要幾多錢啊？好啦。幾多錢啊？我係送外賣㗎咋。我問你幾多錢啊？我知啊，幾多錢？我真係外賣仔嚟㗎。咁我今日由呢一件事咧，就真係有咗啦，成日頂唔順。我到依家我都仲接受唔到呢一個係事實嚟㗎，救命啊！真係。咁我今日就當簡單同大家分享一件趣事，俾你哋去了解下究竟呢一間中國嘅外賣騎手學院係啲咩嚟咧？嗰班嘅中國網民又點樣睇咧？今日到最後咁我都會就住一件事啊，去分享啲叫個人睇法嘅。OK。諗下最近中國政府就聯同教育界同埋外賣平台合作，就喺廣東成立首個外賣騎手學院，透過教育嚟到提升外賣員嘅技能同埋職業發展能力。咁目前一間嘅外賣騎手學院咧，就主要由地方嘅教育部門同埋東京。唔係 ，sorry， 係京都，京東，好啦，阿爸乜改嗰啲山寨名都改到你咁閪嘅，你話你真係啊？咁係啦，咁就係廣州嘅地方教育部門啦，就聯同京東就喺廣州某一間嘅大學嗰度設立外賣騎手學院，目標就喺未來3年啦，培訓超過10萬名嘅全職外賣員。咁你自從呢一個嘅消息一出之後啦，咁我就發現喺中國社交平台上面嘅嗰啲留言啦，幾乎係一面倒咁批評同埋諷刺一間嘅外賣學院，呢一個嘅情況真係實屬少見噶。咁而且仲有好多嘅中國人啊，仲要係拍片回應講到喎，俾大家睇啲得意又盞鬼嘅嘢嚇。京東聯合廣東技術學院開咗間大學叫騎手大學，然後叫人去跑快遞送外賣。真係屌你老味，契弟要麼你跟埋我一齊做，你我至少可以走少幾天彎路啦。我真係仆街，真係睇唔過癮啊！水都表唔出。什麼意思？騎手學院學送外賣，這你敢相信嗎？專門培養送外賣的人才。可我疑問的是，送個外賣還需要上大學嗎？我都送外賣了，你還想讓我交學費？今天看到這個消息，我真的是崩潰了。騎手學院學送外賣，我真的是服了呀！我送外賣就是為了供我兒子上大學，結果大學學的是送外賣。爸，我考上外賣學院成人大專了。好啊，兒子終於能出人頭地了。6萬的學費，我不吃不喝也要供你上大學。唔係咧，真係我真係唔知俾咩反應好啊！送外賣都要走去讀書喎，黐線嘅。咁啲人就話因為讀唔到書先走去送外賣啊嘛。你依家要佢走去讀翻書喎，你冇病啊嘛？做學生，我當年就係因為最憎讀書所以先走去送外賣啫喎，我唔可以做學生噶。喂，如果係咁嘅話，不如你哋唔好淨係搞啲咩外賣騎手學院啦，試下搞下其他。人哋中國一早搞咗其他啦，又點知外賣學院咧？唔信你自己望下啦。
我撲你個街啊！乜春嘢係沐浴學院啊又？喂，乜依家沖涼都要人教啊？我裏邊嗰啲學生平時沖涼嘅時候咪咁樣樣㗎？我哋班人唔好再離譜啫嚇！仲有啲乜嘢學院啊？嚟啊嚟啊嚟啊！我睇我真係，喂 BBQ 都要學乜嘢啊？啊，平時上堂嘅時候係咁樣㗎。首先，我想回應嘅就話呢一件事啊，真係完美演繹乜嘢叫做認真嘅事戇鳩做，戇鳩嘅事啊認真做。我老實講句，送外賣一啲就係人都知道係低技術工種嚟噶啦，即係基本上只要你肯學肯做啊，一個月乜肯都識啦，又使鬼搞個學院出嚟叫人上堂咩？我就算你話有啲特定嘅技能，又或者最新技術嘅應用係需要學習啊，咁一啲都係後話嚟噶啫。你學好基本功先再搞一堆嘢啦，係嘛？有冇聽過有一樣嘢叫做在職培訓啊？就即係話，當你做到某個位啊，事業上想突破，學多啲嘢嘅話，咁你咪可以通過在職培訓嚟到去學多啲嘅知識，甚至乎用嚟升職咯。你老味一直以嚟都係咁樣噶啦，即定還是係你哋中國唔係咁樣啊？即係就好似以前細佬我做七仔咁樣，做夠2-3年左右，個經理就叫我去嗰啲咩培訓班嚇，上完堂就話可以升到 senior 咁樣，完全冇問題嘅喎。一嚟你又可以邊打工邊賺錢，二嚟你又可以每日都吸取實戰經驗，三嚟你就係可以透過培訓吸取新嘅知識，仲有機會晉升添嘅，為何樂而不為啦？喂，咁唔通點樣啦？唔通真係戇鳩鳩咁樣上完堂先走去送外賣啊？大佬，你送外賣咋，唔係研究相對論啊！仆街！最搞笑嘅就係咧，喺我網上面見到一班中國網民嘅留言啊，真係好有趣噶。咁佢哋就解釋到話，其實佢哋上咗堂啊，係要學無人機駕駛，為咗將來外賣轉型成為無人機送外賣啊！知唔知道啊？乜乜地嘅，即係就像剛才所講，一啲在職培訓咪得咯，又何需要巧立名目咁樣搞一個外賣騎手學院，然後教人哋去用無人機啦？去外賣騎手學院嗰度學無人機駕駛喎，咁搞法啊，真係遲下嗰班中國嘅外賣員咧就要咁樣做自我介紹噶啦。咦 Richard 好 Richard 喎，受過高等教育頂啦。廣州外賣騎手學院，無人機駕駛專業。咁所以一件事啊，就係你哋中國無論係外賣平台、教育機構，甚至乎中國政府啊，你哋係連中國外賣員嘅錢都想賺埋，你話你有幾咁撲街先得㗎？係乞衣兜攞飯食咪就係一種啦，不知所謂真係啊！咁第二啦，就係一件事最揾笨柒嘅地方就係咧，即使你要嗰班乜中國人走到去讀外賣騎手學院，又要考試，學晒所有送外賣嘅技巧啊，好犀利啊，甚至乎保證佢哋100% 能夠就業添㗎。咁但係個問題係乜嘢啊？個問題係佢哋做完一單外賣，咪又係同冇讀書嘅嗰班人一樣，都係得個3-4萬。咁我想問，要攞幾萬蚊再去讀一個嘅學院把撚啊？咁所以一日制度唔改啊，就算你學到識飛就有驕蟲咩？咁嗰班外賣員啊，咪又係一樣受到外賣平台演算法嘅壓榨，咪又係要搶單，甚至乎有事啊都得唔到足夠嘅保障，係嘛？即情況就好似你好努力咁樣讀完一個外賣騎手學院，咁但係當你畢業一出嚟做外賣嘅時候咧，你就發現，喂，點解冇單嘅？喂，咦，有單，哎，俾人搶走咗添，唉，真係死火啦！一張單得返10分鐘咋？哎，唔怕。我記得我上堂有學過嘅，係一種嘅情況咧，係要搭的士，係啦，要搭的士就可以去到啦。因為我架電動單車咧時速就即係限咗25 km， 咁然後 T 等於 D 除 V， 咁所以我要12分鐘先去到，就即係超時2分鐘。咁所以搭的士咧就應該係8分鐘，喺8分鐘就可以去到啦。冇問題，你即刻去先。你有訂單將在3分鐘後超時。做咩啊？超時？仆你個街唔係啊嘛？我唔撈啊！咁所以當你了解到一點之後咧，你就會發現一件事最戇鳩嘅就係嗰一啲中國嘅外賣平台，唔係話要改善員工福利嚟到吸引更加多嘅人入行送外賣，而係千方百計咁樣將你哋班人訓練成為奴隸，去迎合佢哋各種剝削嘅變態制度。哇，係咪黐線㗎？跟住最後第三，我想回應嘅就係，其實外賣員從來都唔係缺乏知識，而係面對緊一種社會嘅勞動結構問題、低收入、工時長，以及係缺乏社會保障。嗱，咁我真係好想反問咯，到底一班中國人讀完外賣騎手學院之後，係咪真係能夠解決一啲結構性問題先？咁如果解決唔到嘅話，喂，咁佢哋讀嚟把撚啊！搞教育嘅就搞到依家教人哋送外賣，搞送外賣嘅就搞到嗰班外賣員好似奴隸咁樣，從而令到佢哋可以持續打低價戰，繼續內卷。咁你搞政策嘅就
即係中國政府。咁喺一件事上面，到底佢又搞啲乜嘢呢？冇錯，就係搞維穩。咁首先你要知道，中國青年嘅失業率都依然係非常嚴重，係高達16.9%。咁呢一個數字咧已經報細咗噶啦，即係唔知大家仲記唔記得啦？早喺2年前啊，中國政府係偷偷地咁樣改咗青年失業率嘅計算方法。咁所以現實嘅情況啊，可能係比一個嘅數字更誇張。咁而就呢個時候，送外賣就係一個非常好嘅行業。咁因為啊，佢係可以短時間之內令到一班失業嘅人口轉晒做就業人口，從而做靚條數。咁所以搞一啲外賣騎手學院啊，係對中國政府絕對有幫助噶。其次就係隨住近年啊，中國各地都開始出現送外賣嘅結構性問題，低收入、工時長以及係缺乏社會保障。咁你將送外賣一種嘅底層工作專業化，即係其中一個最大嘅作用就係將本來係一個嘅社會結構問題轉變成為個人問題，就係要開始洗嗰班外賣員嘅腦，話俾佢哋聽，你知唔知點解你接唔到單，賺唔到咁多錢啊？就係因為你唔夠努力啊，你仲未學識晒啲技能，所以先搞成咁咋，唔係嗰個外賣平台剝削你啊，知唔知道啊？咁長遠而言啊，就可以大大減少外賣員同埋外賣平台之間嘅衝突，從而達至維穩。咁所以你聽完之後，係咪終於開始明白點解中國會出現外賣騎手學院呢？咁啊，今朝先咁喺度又再一次感謝中國為大家帶來咁多嘅笑話啦。嗱，按照一個嘅趨勢啊，即係遲啲啊，分分鐘可能中國都出現埋嗰啲咩康間學院、打螺絲學院、組裝學院、洗碗學院，一啲或者一啲都唔出奇嘅喎。冇嘅，咁因為你唔反抗噶嘛，即係你諗下啦，換轉係其他嘅國家，譬如外國嘅嗰班人遇到低人工啊、工時長嘅情況，人哋一早就反咗啦，係你哋先可以繼續容忍一啲咁撲街嘅外賣平台啫嘛。所以依家冇噶，因果關係嚟噶咋，即係因為你哋繼續咁樣容忍，咁佢哋咪繼續變本加厲咯，繼續搞埋晒一啲戇鳩嘢咯，就係咁完。咁我最後啦，咁喺度都祝咁多位觀眾冬至快樂、聖誕節快樂，係啦。咁而呢一段嘅時間咧，咁我女朋友就會嚟日本一度，咁所以可能會有1至2個禮拜嘅時間就唔會恆常出片嘅，咁所以就如果你想睇我片嘅話，咪睇翻我之前嗰啲片咯，又或者睇我有冇機會直播啦，係啦，直播到嘅就同大家講多少少啦 ，OK。咁我咪最後啦，咁先睇到一件閃睇啦，咁有興趣觀眾亦不妨喺下面分享啦。咁咁多嘅啦，追住面咧，出subscribe 咗冇鬼嘅舊中仔牌，再仲想收睇，拜拜。係啊，救命啊真係，點解都咁戇鳩噶，咪真係。我寫完份稿啦，我都仲未敢相信呢一個係事實嚟嘅，真係外賣學院喎，小喇叭你搭雞棚呃錢啦，外賣學院你老味你真係你咁有創意，真係咁都俾你諗得出，你都真係好嘢啊你，唉真係唔得。哇！真係笑到好攰啊！而家真係。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鏈接，一起來投稿吧。